来看，到位明年新历3月初一起，民众看汉医、食汉药，拢总有食味排毒汤，也有冰瓜、老气汤。另外，太子参这较珍贵的汉药材，健保拢有补助，民众免搁再家己加开钱，按算一礼拜省差不多100到200块。另外，健保补助汉药药钱，一工本来是补助35块，即马加到37块，按算一年加开咱健保6亿2900万健保的开销。中医师工会全联会讲到，咱台湾一年600万人去看汉医，拢会当因为安尼较省钱，上紧明年3月就会当开始。无用咧拆药啊，照这个处方来夹中药材，袂少民众人若无爽快来看诊，就来选这个中医诊所。未来原本是爱自费的药材，希望会当纳入去健保，安尼通来减轻民众的负担。健保署含这个中医师工会专联会开会讨论讲，要甲定定用到的10种科技中药，用健保来给付。不管是单方还是复方来讲，它的使用是非常的大量。过去因为健保署的这个规定，还有健保会的这个规定，所以没有把它纳入这个健保给付的项目。预计要甲纳入去健保的10种科技中药，包含有这个食味排毒汤，主要是用伫咧治疗皮肤病；，阁有冰干溜气饮，这是用来治疗腹肚疼的。也若这个香砂养胃汤会当互你开鼻食卡的热气，另外这个规期建中汤是用来补气补血的，也若即冲饮是用来治疗妇科的病，也阁有胆南青、太子松这药材，对这个中风的症状，也阁有补气治疗酸痛和止血，拢有真好的效果。中医师计算讲，若是这中药甲纳入去健保了后，民众一礼拜医药费就会当省伫100-200块。最贵的无非是像胆南星啊、太子参这2味，如果它是就科学中药来讲的话，它的单价是相对比较高的。协商里面后来就有协商6.29亿用来调整这个药费。嘛，因为免去考虑到这个患者自费的负担，这个药咧摕的流摆就较悬。假使讲若是用规年规台湾来看中医的人数，安尼来甲估算，就有600多万人通受益。另外，健保中药逐工的药仔钱，未来嘛对1工35块，甲升到37块。相关的方案，上紧伫明年3月就会使来开始实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